That's all I want. 'Cause all I want is you, is you. 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做了这个阿嘎阿嘎，这个已经是我们想要做成一个布丁啊，可是做到阴影好像失败了。然后还有这个阿嘎阿嘎，有这些。大家，今天我没有去学校，其实今天也是不用去学校啊。然后现在我要吃一下我的午餐，现在已经是2点了，然后配一个看戏，耶、大家，现在已经是5点多了，然后我已经是浪费了几个小时，差不多是2个小时了。我一直看戏，而且又没有读到书。然后我今天呢，我是没有读书的，然后就有一点点衰废的那种感觉。所以现在我要去一下读书，变回自律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是我没有读书的啦，明天也是一样没有读书，明天我也是会拍，所以就我现在已经找到我现在要做的任务了。我现在要做科学线，因为我今天是有补那个科学，所以就想要来做一下这样子。我是一个很爱吃零食的人来的，然后这是我这个粉红色，这个是韩国制的啦，是我妈妈买的。然后这个呢，糖果呢是我有一个朋友给的，这个呢是我妈妈买的，就这个是草莓口味，看到吗 ？Strawberry。这个是糖果，那个包装已经不见了。
这个是什么？阿样盘贡，烧肉鸡什么？鸡味鲜，再来还有一个巧克力耶，它是包装，我还没有开过来吃，因为我不知道是怎样的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一个，什么山楂饼呀，就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很多零食。再来呢，还有一些水，就是这个是柠檬口味的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个是 kiwi 口味。